歡迎收睇或者收聽香港人看英國新聞。今次呢集係來自 BBC 嘅報導，英國政府再次對中國間諜活動敲響警鐘。保安部部長澤偉新 Dan Jarvis 表示，軍情五處 MI5 發現中國透過 LinkedIn 假賬戶接觸英國政界人士，試圖收集內部情報。英國宣布新一輪反間諜措施，包括升級政府加密系統、加強大學研究保護，以及收緊政黨資金透明度。政界有人要求將中國列入更高級別嘅外國影響登記計劃，甚至取消官員訪華，仲要求佢批中國喺倫敦起身嘅超級大使館。事件令英中關係再度緊張，亦引發英國政壇對國家安全政策係咪足夠強硬嘅討論。詳細新聞內容：英國政壇再一次掀起間諜風波。英國保安部部長澤偉新今日話，政府絕對唔會容忍任何秘密又有計劃咁干預英國主權事務嘅行為。呢番講法係緊接住英國軍情五處發出最新警告，指出中國間諜正透過網絡平台滲透英國政治圈。軍情五處早前向國會議員、上議院議員同埋職員發出警示，點名兩個 LinkedIn 賬戶邱萬達 Amanda Keir 同沈雪莉 Shirley Shan。情報部門話，呢啲賬戶係替中國國家安全部揾人物，辦招聘中介，專揾英國政界、智庫、經濟學家等人士傾偈，收集內部資訊。國會下議院議長賀立新爵士 Sir Lindsay Hall 喺信入面提醒議員，指中國相關人士毫無間斷咁想干預國會運作，仲會用專業社交平台、招聘公司甚至顧問，慢慢建立長期關係。而情報仲指出，有人會提供全包旅行去中國，又或者用現金、加密貨幣付款，希望換取消息。面對越來越多證據，澤偉新喺下議院宣布新一輪反間諜措施，包括投放1億7千萬英鎊，升級政府內部嘅加密科技，加強保護大學研究，加強對中國網絡犯罪嘅防禦等。澤偉新表示，情報機關已經證實，中國正試圖招攬擁有敏感資料嘅人士，目標係拼湊一幅更大嘅英國政治版圖，而英國政府唔會姑息。另外，英政府仲會收緊政黨資金來源嘅透明度，賦予選舉委員會更大執法權，亦會為明年蘇格蘭議會、威爾斯國會同英格蘭地方選舉嘅候選人提供安全簡報。澤偉新補充，雖然中國仍然係英國第三大貿易夥伴，但英國必要時仍然會使用制裁。保守黨影子內政部部長卡恩斯 Alicia Kearns 就表示，政府應該將中國列入外國影響登記計劃嘅加強級別，同伊朗、俄羅斯一樣。呢個級別代表任何人替相關國家做事，都要事先向政府登記。佢仲呼籲政府取消未來官員訪華嘅計劃，同埋拒絕中國喺倫敦市中心申請起新嘅超級大使館嘅要求。另一邊廂，前保守黨黨魁施志安爵士 Sir Ian Duncan Smith 就講得更加直接，指今次事件證明中國取進取姿態，政府更應該清晰認定中國係英國國家安全嘅持續威脅。事實上，英國近年已經多次出現涉及中國間諜嘅案件。今年較早時，軍情五處局長麥卡倫 Ken McCallum 就公開講過，中國相關勢力每日都對英國構成國安風險。喺2022年，軍情五處亦曾發出干預警告，指一名叫李珍娜 Christine Lee 嘅女子涉嫌滲透國會，但李珍娜當時否認指控。而較早前，一宗有2名男子涉嫌替中國做間諜嘅案件，更因為檢控部門無法取得某啲政府嘅證據而被撤銷，引發外界質疑政府對中國是否態度軟弱。總括嚟講，今次軍情五處再次拉響警號，反映英中關係愈趨敏感。英國政府話會提升保安級別，加強法例，
但政界內部亦有人認為政府仲未夠強硬，未來英中關係點發展，仲要睇英國會否再推出更強力措施。呢集講到呢度先，多謝大家收聽或者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。